韩国瑜二昨的总统候选人的辩论会，批评三立电视台无良心，批评苹果日报无良心，嘛来敲死着中央社。问郭文泰有啥物看法？郭文泰是笑甲去砸着，讲伊太太嘛有去告过三立电视台。哇，那明天那个店会爆。到底是啥物物件遮尔好食？互民众党主席郭文泰食甲甜甜有味。原来是贡丸汤，一喙刷一喙，桂花汤捧起来啉。郭文泰伫周末的暗时到高雄凤山拜访亲民党立委候选人，真时间为大家加油！加油！潘文总，加油！陈时燕，共胜！嘛被问到总统候选人政见辩论会上，韩国瑜嘛苹果日报、中央社甲三立，唔知安怎看？也不用太刻意去骂，不过这样讲有时候不公平，因为陈佩琪也告过三立。伊嘛认为媒体作为第四权，应该爱愈来愈好。媒体跟政治的连结性太强了，这的确是我们台湾的问题啊。我们认为台湾也是爱脱离哪里的领导才是办法，为家己的民众党有关声势。